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法星社，我係 Jackie。我係 Cardia，係啦，到屬龍嘅朋友啦，今年馬年相對就平穩少少，雖然有粒血印星，但係今年同時有兩粒大吉星照住，佢係天解星同埋解神星相助。今年馬年都會逢凶化吉，化險為夷，可以排除困難嘅。財運方面就平穩，健康方面如果要屬嘅利器，就要小心整親手腳㗎啦。駕駛者就要小心揸車。事業方面今年行動力就好強，個人決心同埋鬥志都好旺盛，但係就唔好過強，小心行事，會排除困難嘅。另外感情方面就有寡宿星出現，今年就會覺得有少少孤單。如果遇到問題就同另一半多啲溝通。咁佢注意嘅月份就係4月、9月、12月。